呢一集會講解2019年 DSE Geography MC 第19題，題目喺度講緊因為全球暖化，所以導致嗰啲選項發生。選項一，因為全球暖化、全球升溫，所以加速冰川融化，呢個合理嘅，選項一啱。Albedo 反射率係有冰嘅時候你先至有高嘅反射率，但係你仲要 increase 地面反射率喎，即係你話全球暖化會導致更多冰，啲冰都熱到溶晒啦，仲有更多冰，所以第二個選項係錯嘅。選項三，縮短無霜期 shortening of frost-free period， 佢個意思係有長啲嘅時間係好凍結晒冰，都全球暖化啦，啲冰都溶到七七八八，所以選項三係要 lengthen 增長呢個無霜期 frost-free period 先至啱嘅，所以選項三係錯。得選項一啱，答案係 A。